大家好，呢期同大家分析一下最近香港流行嘅所謂嘅通過冥想意念可以召喚到外星文明嘅 UFO 外星人。咁唔知大家7、8年前呢，有冇留意呢 YouTube 裏面有啲日本嘅短片呢，就係有呢啲咁樣嘅拍攝活動嘅。就係一個大師帶住一班所謂嘅信徒啦、善男信女啦，咁啊上到山頂咧就嗌佢哋合埋雙眼，咁樣咧就冥想意念。咁大概可能過咗一陣咧，大概5分鐘、10分鐘咧，嗌佢擘開雙眼，咁佢哋就見到天空上邊有隻 UFO 動喺面前啦。咁最近呢2、3年香港都流行緊呢樣嘢，大家可以去網上裏面搜下啊。咁其實我唔係否定呢樣嘢100%係造假啦，即係因為當然啦，我自己都相信有外星文明呢樣嘢嘅。但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即係通過冥想意念話嚟又嚟，話見到就見到，仲要係冇一次落空嘅。因為據我所知咧，香港呢個咁樣嘅所謂嘅召喚 UFO 組織咧，初頭可能佢哋喺西貢啊嗰啲馬鞍山啊、新界嗰啲地方進行啦，夜晚。咁而家慢慢咧就擴展到喺大陸啦，即係大西北啊、東北啊、青海啊嗰啲地方喎。而且仲要山長水遠去到嗰度，仲要係見到嘅喎。啊，去到邊都可以見到，可以 connect 到出嚟嘅喎。啊，咁其實我自己邏輯上個人同你哋大家分析下係點回事咧？即係我估計呢個操作咧，肯定就唔係一個師傅完成嘅。即係當然你哋嗰班信徒咧，面向嘅肯定就係一個師傅，但係實際上我估計可能仲有一個 partner 嘅。咁佢個 partner 可能就同佢夾好嘅嚇。咁即係舉個例啦，假如今晚10點咧就上到山頂啦，咁佢可能嗌你10點半好準備放嗰隻無人機上去啦，咁樣啊，即係估計應該係咁樣啦。啊，咁佢個師傅就會嗌嗰班咁嘅信徒咧，成班人咧全部合埋雙眼，咁啲信徒肯定好聽話嘅，就唔敢打開眼嘅。咁個師傅可能係匿埋一邊咁樣，揞部手機出嚟喺個袋度，咁啊喺度 send 短信啦，可能話喂，快脆將嗰隻無人機起飛啦咁樣。咁啊，當個師傅可能眼尾一睄，見到隻無人機飛上去啦，咁跟住就可以嗌班信徒打開眼啦。咁佢哋睜開雙眼嘅時候，真係見到所謂嘅 UFO 啦，咁佢哋就感覺好有成就感啦，係嘛？咁呢樣嘢其實即係我舉個例啦，即係假如你哋啲信徒有啲可能覺得懷疑呢樣嘢嘅時候，咁佢哋會即係突然間將個師傅捉上車啊！即係我假如有10零個信徒咧，懷疑呢樣嘢係真實嘅，真定假啦，咁樣佢可能會突然間將個師傅捉上車，帶到去山頂。嗱，而家毫無準備情況下，將師傅嘅手機啊、手錶啊全部通訊收晒，就嗌個師傅用冥想帶我哋去感應 connect 呢隻 UFO 出嚟，得唔得咧？我估計可以咁肯定係100%係唔得嘅啊！即係個師傅毫無準備嘅情況下，俾你班信徒咧監粗咁樣去拉上車，收晒啲通訊設備、手機啊、咩智能手錶全部收晒。你睇下得唔得？我絕對可以包保肯定係唔得嘅。即係呢啲嘢全部就係一場戲嚟嘅。講真啦，即係近10幾年嚟咧，其實香港人嘅智商係即係要比大陸人落後，呢樣嘢無可否認嘅。即係當然喺9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人係喺呢個中國嚟講係領先潮流啦，係嘛？咁但係近呢10幾年嚟咧，即係喺呢個即係社會知識層面上啊，佢嗰方面係唔及大陸咁即係了解得咁多。因為香港畢竟咧好多人都係好忙啊，上班落班啊，佢哋睇嘅嘢啊，可能即係都係局限於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YouTube 啊嗰啲。其實嗰啲係睇唔到嘅，即係近期可能好啲啦。佢哋有啲會睇下小紅書啊、其他嗰啲。但係講真咧，其實即係佢哋每一個做法都係有佢嘅目的。即係好似你話而家去
帶隊啊，即係去召喚 UFO，我唔知使唔使俾錢啊。我估計就算你呢次唔使俾錢，下一次佢可能唔知做啲咩通靈啊，嗰啲咩感應乜嘢啊嗰啲咧，可能都要收錢㗎啦，估計啊，好似七仙羽啊，即係近期香港七仙羽之類嗰啲啦，係嘛？咁其實與其講話呢啲係叫做咩120人冥想召喚超大成功，仲要分上下兩集，我還不如叫做韭菜集中營啦，係嘛？我睇見嗰班人有男有女，個個都笑得咁開心，實際上就係成班都係韭菜，係嘛？即係所謂韭菜就係大陸依家嘅叫法啦，就係我哋廣東話嘅叫水魚啦，係嘛？韭菜之中亦都有係嘛韭黃啦，即係韭菜中嘅韭菜啦，嗰啲可能重點培養、重點打擊對象，可能係即係個師傅可能會更加之即係照到個窿為止啦，嚼到個窿為止啦，肯定就係嘛？即係咁，其實我即係再講講近期啦，即係講話成日話，即係好似拍到嗰啲咩 UFO 啊，係嘛？你 YouTube 裏面睇嗰啲咁嘅所謂咩啊，其實我都唔想睇，講真啦。即係包括而家喺大陸裏面小紅書啦、YouTube 裏面啊、抖音啊，係嘛？嗰啲講嗰啲咧，其實我可以講肯定係90%都係無人機嚟嘅，90%都係人工嘅無人機。因為如果你係真係外星文明咧，係冇必要慢慢飛啊，仲要發出信號燈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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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更加之冇可能係外星文明啦，係咪先？呢啲好明顯係人為嘅信號嚟，呢啲。即係舉個例，如果你話一隻不明飛行物可以喺1秒鐘從旺角飛到去中環，呢個距離應該大概有2公里吧，應該都有。係嘛？1秒鐘可以完成呢個咁樣嘅過程咧，即係仲要係監控拍到咧。仲有一個最重要嘅地方係冇發出任何噪音嘅情況下，咁即係呢個就值得探討啦。因為人類目前嘅所謂無人機好定是飛行器好咧，佢就算超音速咧，都冇可能唔產生聲音㗎。大家都知道啦，聲音1秒鐘係340米。咁你超過咗呢個數字嘅話咧，佢肯定就會產生音爆啊，好大嘅噪聲嘅。咁如果你話1秒鐘可以飛到成公里咁樣係嘛，但係冇任何聲音嘅，咁我覺得暫時市面上嗰啲無人機係冇可能做到嘅。依家就算佢做到，都冇可能係普及俾你哋啲市民係買到啊！政府我覺得都冇可能做得到咯。咁其實而家你一線城市上海、廣州、深圳、香港啊嗰啲，經常拍到無人機、拍到 UFO，我覺得都係90%都係無人機嚟嘅嗰啲，唔使諗啦嗰啲嚇。但係我見到仲有好多節目係即係喺香港啊嗰啲對住個青馬大橋影嗰個咩話呢個係 UFO， 好明顯係無人機嚟㗎啦，大佬。你哋得閒即係11月啊，去廣州嗰個燈光節睇睇嗰啲無人機表演啊，一隻一隻咁樣啊，唔好話一隻半隻啊，成堆成打咁樣，可以排成一條龍又得係嘛？整成一幅畫又得，千變萬化乜都得係嘛？所以我覺得其實真係好智商過濾嘅，其實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嘅組織。咁其實我講呢條片咧，就希望大家咧就盡量唔好做韭菜啦，係嘛？畢竟大家揾錢都唔係咁容易嘅，係嘛？因為呢啲咁嘅所謂嘅大師咧，係嘛？其實都係故弄玄虛嘅啫，即係話點樣咁樣啊，跟住下一步就再你就當咗佢神咁拜啦，咁樣啊，咁揾佢去通靈啊，做咩啊？咁當然其實我講呢番話唔係話所有嘅大師啊都唔得，我相信世外係有高人，但係唔係咁容易俾你見到咯，係咪啊？即係求其咁亂噏咁樣，你就撞中咗，咁你就覺得佢係大師啊咁樣係嘛？而且有時呢啲嘢，我覺得佢鋪排出嚟嘅嘢，下一步就肯定係吸粉，下一步就係割韭菜㗎啦。咁個所謂割韭菜，咁肯定就要掠你水啦，係嘛？咁你錢就俾人掠咗啦，咁樣到時覺得自己即係冷靜落嚟諗翻起，其實會唔會好戇居啊？真係嚇！所以今日嘅話題就係講呢啲啦，係嘛？即係其實真係㗎，我覺得
如果你突然間抽查嗌個師傅嗱，依家你咩都唔好準備，同我即刻去呢個山頂召喚 UFO。如果真係可以召喚得到嘅即係首先將我啲手機全部收晒先嚇。如果得嘅話，每人封1萬蚊俾佢，咁你成百幾人咁樣係咪先咁佢都發到豬頭咁樣啦，係嘛？你睇下佢得唔得？即係如果得嘅，佢可以賺到呢百幾萬120人冥想召喚 UFO 成功啊嘛，一人俾1萬蚊佢。如果毫無準備情況下可以將呢個師傅捉上山頂教我哋冥想召喚到 UFO 嘅，咁我就真係信啦。如果你話俾佢做好準備嘅，又帶埋手機嘅，咁我覺得其實佢有可能係做好晒準備揾埋拍檔咁樣嗰啲係嘛，喺對面山咁樣整好晒啲嘢咁樣做場戲俾我哋睇嘅啫嘛，係咪先？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咁希望大家亦都講自己嘅睇法啦，係嘛？可以喺留言區留言咁係咁啦，拜拜。